这个一段诗实际上是我当时不得为故。惠州人上点行记录，慈禧那里救下来，但他忘记家人之分家长。现在惠州人昨日娘一股子坐好了高火棒棒的，头上想打一只虎豹，身上想扎一铺个米呀。我的扎的啥人？扎一条兜口，这条兜口滴滴呱呱兜口，那还兜得了500空着股。现在倒有一个叫三角口，内裤个慈禧外头垃圾堆上随上一条线，身上一揪来超人一揪，插扎上哈子，扎起的谁能啊？睡得嘞，皮包不离，眼口落肚。那么你4个人和让啥地方呢？让苏州厂门外头朱家庄马路灯的四看隔壁顶板对过，灰对下过对过，真是一席之地。哎。叫名利重来即是重，现在黄金要比腾，哪里往西往之归？为之老干部新打造个杜姑娘，一家人家弄得差家地米光。不过闲话还要讲出来，人家们弄过，杜姑娘这面孔是标志的，成了为了让天机。媳妇，本来是会。人，谁那满心间，单铺的余生命。这两三天都是唱的你不这样搞，你这张唱的真要真，我你个身体不来，何日还好得点，不够好点。啥体不够好的，你苏州人一句闲话，想得你睡他，想只要睡他个，怎么不能这样？后根儿只为将我女儿，以至于我是非不家人。但否不分，东北狗狗是那路，我是三门记得，他是否不分？去家中的小乡家的，对着那个司机讲的，你老公为了那么别个，要么洗脱子马虎的名字没有个，哎，结果只好被告死了。自家好不好？被子洗人去偷来着，推上把素粉再弄出吧，却让2句李光推上一脚，哎，人是不能抢得起。有啥个办法我去？是你呀，为了让别味道最细的，你也要死着。别办法我去了。你呀，是，那么你死吧啊！哦，你咋不来求你在？你求俺干还不听那个？是个。
是是，你呀，你去吧。去呀？哎，啥地方去？你对本一个东家还可以过过日子，跟着俺家这位讨委屈苦的。你呀？哎，人都看，为啥你一来去吧？罗大姐，你啥地方去？俺家上吊新西路哎。把你一来去买嘛的哇？这个啥个老忙的呀？是是。你呀？你不要气，你年纪轻，身体好，唔必毛病，还可以对本一个东家过过日子呢。你呀？哎，慌里慌事，有啥人家让俺用人呢？我让俺还是熬死他，为是当你一来去嘞。这么是是。哎呀，你自家要去呀、你不要妻子熬老乡围住来不来这个。人都晓得着啊。是是。你呀？上吊个一个球球来了，边上再当好一个球球，把你一道去。有什么大？谁起来一个来财人，回锅子两大还是个球球，不过来两只小心嘴巴。你呀？哎，切，不要客气这样，上吊也要客气。是啊，要是得客气的话，跟俺洗客气的。上去。你呀？哎，挨打来。就是给他走了。不，你也挨打来给。啥天了？挨打是上水。哎呦，一份14了又上水了，好羞的。哦，上去，不要客气。你都放肆啊！两家里打上小心嘴巴，扎老成球球。是是。你呀？俺家来1、2、3。哦。37口，一道套，一道刀。有什么？准备好啊！啊。上吊个日子，买奶锅个。哦。刚吃杭大锅子啊。有什么这位？你吃得消？吃得消给。准备好。哦。1、2、2。呼吸家务黑色。37口，个40分钟，真那个些辰光哪里的？谁多早举之于进京走过，今地上向北大下等孤峰后国军事，立到皇帝爸爸边上，一人之下，非为人之上，一个头骨，谁多早这个人？嘿嘿，介绍你这样。我与今朝这样一日盈亏回之人，根本还办法呢，我要报答。我自家功劳让不回之人，随了皇帝们的保举回之人，是诛罪百姓举击平民杀人罪回之人一个，是里内8枚家当举击平民政绩一空，其那个杀气到偏空脱个呀。历史居空特，皇帝后里有路，一口答应保举回军人到后头做6品通过。首先都找好个怕4个当场，到手指各个衙门为当场一记饺子，靠子路拉浪行回军人。此地有没有一个比赛老爷？啥叫啥比赛老爷？你回军人哪能做比赛？寻得起做老爷叫比赛老爷。此地有没有个姓王的？你呀？哎，俺听见。听见的。我的人还姓王的，啥人哦？他因子里的朋友也来的。那来过个？刚巧来过的。哦。来下去。到外头去搭里讲一声。那是因子里回不出。那里两家里让人上吊，假使你不相信，叫你里向来坐了边上看你戏好的。不刚好还有个胃口哦。胃口不好是你个事体了。搿么人都去看。去。哎，你呀，你等去去啊？那个等呢？如果你生气，说等下我要寻不上来的呀。晓得的。搿么你要等我讲。哦。是寻不办法，这道上先最嘛，拉开楼梯门，大胆老师一口呼哟，谁是个当场为一件件事。可是当我发达高个，又想围进去。站住！嚯哟，隔壁当场寻个比赛老爷亲自几乎日家子，要想寻个干货子门心都门不上。啥天比赛看见李多来当子做干货子，谁得罪他的？现在好容易看见个干货子头一头，要想缩进去，弹不起来的。跑过来，黄八蛋！
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个要饭的？他妈，笑什么？你看看我身上像那种疼的呢，不就是豆山药了还我？这个都闷头。我要问心，此地有没有一家公馆？还要笑啊你？笑什么你？他们谁是干活爸妈呀？有啥个公馆呢？对，我们要招的这家公馆就在这些地方。不要笑，听我讲。此地有没有一个瘪腮老爷？还要笑啊你？你哪门得出个呢？怎么了？那啥个瘪腮懒药呢？走这瘪腮不走懒药，走这懒药不走瘪腮呢？对，我们招这个人，他就是在那里要饭。他自己还没有知道做官。我们招到以后，叫他做官去，所以叫瘪腮老爷。啥样了还改？对了，没个。到前头个瘪腮了，我谁说谁个了？没个瘪腮懒药改。没有呢。你怎么知道没有？你知道这个瘪腮老爷姓什么吗？不晓得。叫什么吗？不明白。那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对。你听我讲。我们要招这个瘪腮老爷姓什么叫什么？你知道的话，告诉我，令我去见他。招到他以后，我给你10两银子。真的？仔细听啥么子啊？这样我现在光不里都听了，肯本我10两银子。有这个10两银子，我到你个东高2高里可以付西账，还回到徽州去账。那么那你帮忙啊，过对了，再还个瘪腮来要让我认得，问问清爽口。那么这个瘪腮来要姓啥呢？他姓3根水，一个黄。对，姓汪。对姐。他妈，什么狗叫啊？姓汪。姓汪啊？哎呀，姓汪的人我认得个没东家，你个东家还是姓汪呀？不知叫啥个名字吧？怎么叫啥个名字呢？对名一个姓，叫汪，姓汪字贵。真的？他妈，不理好的了，干什么你？哎呀，那啥欠着？当你要同名同姓，为你家的。不会，你要往哪位的做官呢？问问清爽口，你要是徽州修有人，不是这个汪姓啥地方人啊？大差，怎么这个汪姓啥地方人呢？他不是此地苏州人，他是徽州西县。你这个黄榜的，上门对了不对？你九真知道不知道？知道的话，领我去。怎么？10两银子太少了，给你2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那啥劝叫同名同姓，而且是同乡。当场，那么这个汪氏以前做啥个事情的？以前他不是要饭的，对。他在你们这里苏州有一柄桥，叫望星桥，在这个望星桥涂开一杯典当，对。这杯典当的招牌叫龙兴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对，叫龙兴。他是什么地方？告诉我，我给你30两银子。30两银子，我不要个走啊！啥么子东家做出锅来一张，一个不懂哪位的做锅呢？当场，我是哪位的做锅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这里苏州不是百年浮雨吗？有一位新人吃下黄榜登台求雨，这就谁都在问。你叫他叫什么？我喊你谁都在问。你啥天看到了没？叫什么？我喊你谁都在问。哎呀，你啥天看到了？要叫仙人。啥个仙人叫？你们这就是仙人。仙人。卸下黄榜，进京做官，在金庭之上背到前等官封5个军士，到湖南去做6品通判，这个样子做官的。啥么子？想不到这句谁都在带这个汉人话哈。不就你东高做官，可是没好。东家走之后，这里就是你他呀。怎么啦？你把的你他呀，为什么来口口？刚刚是你光来看我的。怎么啦？一点口口我面对口，现在比打一对打。比赛发达真的，各种比赛到分榜那些个。但副官办上天么自家个懒药还是比赛。将来你会谁是自家懒药啊？讲了海个。你干什么啊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呀？哎呀，说的你个懒药了嘿！你不知道倒要请教了。我谁是我们懒药旁边的二太哟？这么子二太爷？看
开心，总算见到的。再见，二太爷，二太爷，二太爷。罢了，走。你们真是该死！是。我们老有谁知道了你们好追？我们不知道老有个公公在这个地方啊。你们今天才来？是。这是他妈！当差不比谁靠你光一样来讲，走。这虽是我们老有的公公。老爷这个公公还是呱呱叫的啊。向外通禀老爷说我们要见。你们才是对的，不许动，动他妈的！仔细看一下，又进打蛋里向，你要还是给我来！你这是过了孩子，还是给我来？啥么子啊？这是过了孩子呀！那个按死他，分了。死他这么做些泥丸叫俺家做婆婆。真的做只官人来我的呀！我来了呢，还会得做官人。我的讲不得听的。讲不过事情，只好我来少请嘴巴上插他一头。哎，啥个事体哟？你呀，那个戏是来着呀！我为戏了。啥个戏？你呀，哦，让吃味，不是个呀。他们心这么深的姑娘呀，比谁来呀么真奇人？哪有比谁老呀？你儿子不懂噻。现在我老做比赛，寻得起种来呀，搿来谁叫比赛来呀？你到了问我也晓得，晓得公布里头听，可不能12银子呀。是你呀，好上问。我当时要问个了，我说你到比赛来呀欣赏。对。你呀，来给他欣赏。你不讲啊，个难笑。俺不晓得呀，晓不落。我哪会得做官？是。你呀，俺干哪会得做官呢？啊，你不晓得？我来讲给你听的。所以半年不落雨啊，有个新人分得一句嘛。啥个名字？新人。你那个啥呢？新人。九句县大招。是俺家的有家。不对，请讲。有家。你讲出来就有什么子？你句子语下来。在今那里小王就王子爸爸讲，然后今天老乡背的是一只上等药，是个封面的后头军师，有些个皇帝在门。那今天老有上等的呀？今天老唔必上等的了。我做新语过，当初当我讲的呀。那么有些个皇帝会问你啦，稍微不依不落雨，还有受灾救济平民。你讲一个，这一个谁说你呀？八位家来救济平民，政治一空。现在我保证你呀，到后头去这里要6品啊。懂不我？啊，是真6品，是。你呀，6品，6品多啊！比1品、2品、3品、4品、5品还多1品嘞。懂得。是。你呀，想不到有今朝这个日子。没中了。非洲来想想，对面市里来小人往外头滴滴清清几数，一个人你都不肯帮俺干嘛？事情大刀子李刀子，紧到往外头，报道为故，到此就说假了之为。